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3篇，创世纪42章第1节到28节，马太福音14章34节到3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喂养众人。昨天我们读经分享当中谈到了上帝借着约瑟的人生经历来彰显他的计划，就是要帮助埃及王国，并且保全以色列，就是雅各的全家。但并不只限于此哦，圣经告诉我们，就连四周的国家人民也都来向约瑟购买粮食，以保全他们的生命。埃及借着约瑟的管理，成为了上帝喂养众人的资源，使众人都得到了生命的保全。雅各听到埃及有五谷，就派他的儿子们下埃及去买粮食。创世纪42章第1节到28节。雅各一听到埃及有粮食，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不想些办法呢？听说埃及有粮，你们去买些回来吧，免得我们都饿死。”于是约瑟的10个哥哥都到埃及去买粮，但是雅各没有让约瑟的亲弟弟便雅悯跟他们一道去，因为雅各怕他遇到灾难。雅各的儿子们跟其他的人都去买粮，因为迦南地区也有饥荒。约瑟做埃及的首相，负责把粮食卖给各地来的人，因此约瑟的哥哥们来到他的面前，俯伏在地上叩拜。约瑟一看见哥哥们，就认出他们。可是他假装不认识，严厉地问他们：“你们是从哪里来？”他们回答：“我们是从迦南来买粮食的。”约瑟认得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他想起从前自己做过的梦，就故意地对他们说：“你们是探子，是要来侦查我国虚实的。”他们回答：“我主啊，仆人不是探子，是来贵国买粮的。我们都是亲兄弟，是老实人，不是探子。”约瑟坚持说：“不，你们是来侦查我国的虚实的。”他们说：“我主啊，仆人本来有12个兄弟，同一个父亲生的。他住在迦南，最小的弟弟跟我们的父亲在一起，还有一个弟弟不见了。”约瑟在坚持：“不，我刚才说过，你们的确是探子，我要试一试你们诚实不诚实。我指着王的名发誓，除非你们把最小的弟弟带到这里来，我绝不准你们离开。你们要派一个人去带他来，其余的人监禁在这里，等你们证实了所说的话，不然我就指着王的性命发誓，你们都是探子。”于是他把他们拘禁了3天。这3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上帝的，如果你们接受我的条件，我就饶你们的命。为要证实你们是诚实人，你们得留下一个人在监狱里当人质，其余的人可以回去，把你们买的粮食带回去给饥饿的家人，然后把最小的弟弟带到我这里来，这样就可以证明你们的话是真实，你们就不至于被处死。”他们接受了这个条件，彼此说：“当初我们陷害弟弟，现在受报应了。我们看见他的痛苦，他向我们哀求，我们却不加理会，因此我们遭遇这灾难。
你便说：我劝你们不要伤害那孩子，你们不听，现在这血债，该我们来还了。约瑟听懂他们的话，他们却不晓得他懂，因为他让他们谈话都有人翻译。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阵，然后又回来，挑出西缅，当着他们的面把他绑起来。约瑟又吩咐人把哥哥们的袋子装满粮食，把钱放在个人的袋子里，又替他们准备旅途的食物，一切都准备妥当。他们就把买来的粮食驮在驴背上，就离开了。在过夜的地方，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打开袋子要喂驴，发现钱还在袋子里，就对兄弟们说：他们把钱还给我了，你看，就在我的袋子里。他们都惊慌失措，战战兢兢地说：上帝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虽然在过程的当中，约瑟耍了一点点小手段捉弄他的哥哥们，但是最终他还是成为那一位上帝喂养家族、喂养众人的仆人，使得人都得到益处。这是因为上帝是怜悯的上帝，即便是在旧约当中，我们也都可以看到处处都有记载，上帝以怜悯、以慈爱对待人们。就如同约拿自己的告白当中，真正的也这样提到，但真正在反对上帝慈爱的，反倒是犹太人自己。耶稣基督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总是将医治的恩典赐给需要的人，这就是喂养的呼召。如同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15章的经文当中提到了，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如同饥饿的人需要喂养一样。基督徒需要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非常敏感的知道我们周遭的人的需要，社会、社区、教会社区的人的需要，让我们成为上帝喂养众人的帮助者以及仆人。马太福音14章34节到36节，他们渡过了湖，在格尼撒勒登岸。在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派人出去把附近地区的病人都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们要求耶稣让病人只要摸一摸他的外袍的衣角，所有摸着的人都得到了医治。诗篇133篇，弟兄姐妹和睦相处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愉快。这好比珍贵的香液从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好比黑门山的甘露降落在锡安的群山岭，在那里上主应许赐福，赐下永恒的生命。感谢慈爱的上帝将救恩赐给需要的人，也使我们得到益处，蒙主呼召成为爱人的仆人。无论我们的人生在任何的境况当中，都有主的带领、看顾以及保守。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